一条，请咱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福音书内面有两个所在，咱来看圣经。头一位是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。耶稣甲门徒继续因的旅程，入去到一个庄头，伫遐有一个名叫马大的妇人人接待耶稣到伊厝里。马大有一个小妹叫做玛利亚，玛利亚坐伫主的脚前，听伊的教示。马大为着接待代志多，心恶杂，就来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的小妹放我家己一个做遮济代志，日减无要紧，叫伊来甲我斗骹手。主因讲：马大，马大，你为着代志多，得挂虑操烦，但是所需要的只有一项。玛利亚已经拣着上好迄份，无人会通甲伊抢去。第二位的圣经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2章第9节到11节。一大群犹太人听讲耶稣伫伯大尼，就去到迄所在。因若是为着耶稣才去，也是想要去看迄个耶稣，互伊对死搁活的猎杀路。所以这市长计无连猎杀路也要杀，因为侪犹太人为着猎杀路的缘故，离开因，信了耶稣。上帝话到遮，即条要请咱敬听的主任牧师来传讲信息。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得到上帝欢喜的教会，得到上帝欢喜的教会，请咱恭敬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，牧师要用得到上帝所欢喜的教会这个题目，甲大家分享。这嘛是牧师的一个祈祷。愿上帝互咱的教会真正真做，互上帝欢喜的教会。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恳求你，这个时刻甲阮三甲伫地，安静阮的心，阮的心静静听你的话，也想思开力，互阮会当照你的话实行出来，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。阮恳求你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是讲到一个家庭，这家庭中间有3个成员，就是马大、玛利亚甲列撒罗。这家庭是主耶稣基督真喜爱的一个家庭。每一遍主耶稣基督若要去到耶路撒冷，拢会经过这个家庭，伫这个家庭做一个休息站，接受这个家庭的人的款待。这家庭的3个成员拢有无共款的运势。我真心期待咱相邻教会兄弟姊妹，也会当有这3个人生命中间迄款的特质，对头到尾拢互主欢喜。所以，牧师要用这段经文，甲大家做伙来思考，得到上帝欢喜的教会这个题目。这三个成员中间，咱首先来学习这个玛利亚。玛利亚，咱来学习的部分就是伊的敬拜。对玛利亚身上，咱要学习是敬拜的态度。咱来理解，上帝教会有一个真重要的功能，就是帮助大家会当敬拜上帝。如果伫教会中间，咱无要敬拜上帝，咱只有交易、快乐，也是互相帮助，安尼嘛袂当称作上帝教会。所以咱来到教会，就是爱去拄着上帝。咱毋是干那拄着真济咱所听的兄弟姊妹，咱嘛要拄着上帝，服侍上帝。其实大家若有注意，牧师来相邻教会已经2年多。来相邻教会其实有第一项工作，牧师就是期待将咱的礼拜来处理好更较好势，互咱会当真心去学习敬拜。互相邻教会真正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教会。所以
咱伫这过程中间，咱透过玛利亚来学习敬拜几个项真重要的态度。第一，就是咱看见着玛利亚伊的脚步，咱看见着玛利亚来，当耶稣来的时阵，玛利亚来坐伫耶稣的脚前，听伊讲道。当耶稣来到马大玛利亚因的厝，玛利亚就坐伫主的脚前听伊讲道。伊用一种较无耶稣基督的话，这种的态度来服侍耶稣。咱来理解，当咱敬拜上帝的这个过程中间，较无的态度其实是帮助咱敬拜一个真要紧的关键。咱每一个礼拜来到圣殿，咱毋是干那人来尔，咱心无来，咱是用一个较无的态度来压制上帝要互咱的恩典。圣经安尼讲，诗篇42篇第1节讲：上帝啊，我较无你，亲像鹿较无清凉的溪水。咱有亲像一只鹿，较无清凉的溪水，相款即款的较无上帝话。咱来到圣殿敬拜主，咱用较无的心做准备，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。较无是咱敬拜到得到上帝欢喜的一个关键。第二项，咱来对玛利亚学的，就是伊除掉伊心中摆除心中所有一切的挂虑、艰苦、烦恼，伊拢放伫耶稣基督的脚前，专一的心志来服侍上帝。咱看见着这段圣经中间，马大看见着玛利亚坐伫耶稣的脚前，伊就开始埋怨，伊对耶稣讲：啊，我安尼无用，啊，你看我的小妹都坐伫你的脚前，敢通叫伊来斗相共？耶稣就对马大讲：马大，你为着真济代志操心烦恼，但是有一件是袂当欠少的。玛利亚已经选择迄个上介好的代志，无人会当对伊手中夺走。马大因为服侍耶稣，心内操烦。直到伊无法度静静听主耶稣所讲的话。咱来到圣殿嘛是同款，当咱进入圣殿了，咱来将咱的心安静落来，有平静安稳的灵，咱才能真正去听到上帝的心意，听到上帝的话。所以将咱的心安静落来，这是甲上帝沟通的一种第一项准备。咱真心来理解，牧师常常来大家提醒讲，咱来礼拜吼，敢爱准时，毋通准时，爱安怎？爱提早，吼，爱提早来。特别是吼，咱教会爱坐电梯起来，吼，所以咱爱搁较提早来教会，吼，咱伫礼拜前10分钟，牧师就带大家安静心的祈祷，目的是安怎？咱来放落一切操烦的事，互咱能专心来仰望上帝话，摆除去除一切的这个挂虑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咱安静伫上帝面前，准备好咱家己。第三项，咱来对伊学的是啥物货？就是伊自身看伫上帝。玛利亚所做的，就是专注来仰望。咱咧敬拜的时阵嘛是安尼，咱爱自身伫上帝的身上。咱来到教会，咱爱将迄个焦点放伫上帝的身上，毋通放伫人的身上。我最近伫即个网络顶面看到一篇文章，我感觉真趣味吼。伊咧讲一个姊妹来到教会，伊发觉讲教会内底吼，逐个咧礼拜的时阵吼，拢无专心嘛吼，有诶咧讲话啦吼，有咧毋知咧讨论啥物货吼，有诶毋知咧想啥物货，伊就因为看到遮个人吼，伊个心拢做袂安静诶吼，所以伊就对牧师讲：以后我无要来礼拜啊吼，因教会逐个拢无敬虔吼。叫牧师就讲：安尼，我教你做一件代志啊，后一遍你来礼拜诶时阵吼，你捧一碗水吼，水来爱迄碗爱水爱填到满吼，你着安尼慢慢仔行，你行一日吼，教会来行一日吼，行一日吼，当然这是故事啦，你毋通安尼做吼。讲教会安尼行一日吼，叫伊着真正安尼做了吼，这牧师来问讲吼，
啊，你咧捧这碗的过程中，阮行一年的时候，你敢有去注意到啥物人咧讲话？敢有注意到啥物人无专心？啥物人咧拄句？伊讲无啊，因为我拢惊讲水会车到吼。伊讲因为你咧专心即件代志的时候，你就袂去注意到外围的影响。啊，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是咧咱提醒几项。第一项就是讲，咱来到教会吼，毋通去影响别人敬拜。啊，第二项就是讲，咱来将迄个焦点注视伫啥物？注视伫上帝顶面。咱伫敬拜的过程中间，有真侪咧带领咱的人，咱毋通注视伫因的心上啊！吼，你毋通伫遐讲打迄个圣歌队祝分数，讲今仔唱了有走音无？吼，啊唱了有好无？你毋通伫遐祝分数，伊是咧带咱敬拜，伊要将迄个焦点放伫上帝遐。啊，所以你听牧师讲道嘛是相共，你要注视伫牧师传讲的话语，毋是注视伫牧师即个人。这是非常重要。啊，所以咱对玛利亚，咱学习敬拜的态度，就是爱较无爱去除了烦恼、忧愁、挂虑，然后专一心志来仰望上帝。这是咱对玛利亚所学习的三项代志。对马大咱嘛爱学习，对马大爱学习的功课就是尽心服侍，一间受上帝所欢喜的教会，咱嘛爱学马大。这段经文中间，一般的人会认为讲，啊马大好亲像被耶稣批评，好亲像伊所做的服侍耶稣无欢喜。实际上，我深信耶稣的意思毋是安尼。耶稣讲玛利亚选择迄个上介好的福分，其实有伊的意思。所以咱来理解，马大的心志。马大看见着耶稣要来。伊心肝一定足欢喜的对无？那今仔讲咱耶稣要来参加咱的礼拜，咱一定足欢喜的对无？牧师讲可能在楼骹来接伊，啊可能叫所有咱咧服侍的人拢爱准备好势，因为今仔耶稣要来。但是牧师嘛要问你一个问题：今仔耶稣敢有来？有嘛？耶稣英文讲，若有2、3个人奉伊的名自执的，伊就伫咱的中间。所以今仔耶稣已经来啊！所以咱一定要真心来服侍伊。所以咱来对玛利亚学几项真重要的，无论伊是正面还是负面的，咱拢爱学习来反省。第一项，咱来学习伊热切服侍的心。咱看见着马大这个是马大马大服侍是充满热切的心，这种态度是咱来学习的，因为伊真热情欢迎耶稣来到伊的厝，伊是充满热情的。这款态度是咱来学习的。所以牧师期待，咱伫新的年度中间，咱每一个参与服侍的同工，特别是咱等下要就近的各团体咱的组织或者的同工，咱要有一个心志，咱来服侍每一件代志，服侍每一个人。拢那亲像咧服侍主耶稣基督同款，这是一个要紧的态度。咱来充满迄个热切的心去服侍，但是咱嘛对马大的错误中间来学习。马大伫服侍顶面有一个错误，就是伊用家己的角度来看耶稣的需要，伊心内底无用，至到伊无法度体贴耶稣的心。玛利亚所做诶，伫遐静静听主耶稣基督讲话，这是体贴耶稣的心啊。所以这互咱一个真重要提醒，伫咱咧思考的时阵，咱来去思考；咱咧服侍的时阵，咱来思考，咱所做的敢是真正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？咱咧服侍，咱对服侍的人，敢是真正是伊的需要？有的人真热情啊，但总是无法度真实去满足上帝的心意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教会中间咧服侍，咱首先爱去体贴主耶稣基督的心意，了解主耶稣的心意了，咱献上咱的服侍，咱献上咱心灵的服侍，会当真正去满足主耶稣基督的心意。所以第三项嘛是非常重要，就是这个
拄则所讲的即两件代志的关联，就是敬拜甲服侍爱连结做伙。对马代的亲像咱也学习到，服侍需要甲敬拜连结。咱来理解伫即段经文吼，讲玛利亚来坐伫主的骹前听伊讲道吼。即个伫伊的原文中间吼，头前有一字叫做希腊文叫做凯吼，即个字吼翻译做中文叫做耶啦吼，耶吼，意思是讲即段经文应该是安尼翻译的，讲玛利亚耶伫耶稣的骹前坐伫听伊的道吼，意思是安怎？即作者讲吼，玛利亚毋是坐伫遐享受尔，伊伫耶稣要来进前已经备办好伊应该爱备办的代志。当耶稣来的时阵，伊就静静坐伫耶稣的骹前来听伊讲道。意思讲，玛利亚毋是讲伊啥物代志拢无要做，是已经完成伊所做的工作，坐伫遐享受主耶稣基督甲伊同在的美好。互咱明白吼，敬拜甲服侍咱来结连做伙。意思讲，咱来对敬拜中间得到服侍的力量，对敬拜中间去了解主耶稣基督的心意，然后对敬拜中间得到的力量去参与伫服侍中间。所以牧师一直期待咱的教会真正能成做一个服侍社区、服侍城市的教会。咱才着敬拜，去了解、体贴耶稣的心。咱来想看，咱伫礼拜中间去思考，耶稣伫即个时代中间，会爱咱安怎去服侍即个世代的人，爱推动啥物款的事工来荣耀伊的性命，然后咱较热切奉献咱本身来参与服侍，这是牧师对咱教会上界大的期待。所以咱来将敬拜、热诚的敬拜，甲真心的服侍，来牵连做伙。这是咱对玛利亚甲马大两个人会当学习的。第三个，就是这家庭成员中间的猎杀路，咱来对伊学习一件事，就是伊的生命见证。伫圣经中间吼，咱无看见着猎杀路讲啥物款的话，但是咱看见着猎杀路有一个生命中间真重要的经历，就是伊捌死去，但是主耶稣基督互伊对死人中国活，因为伊即个对死人中国活的即个见证，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安那，讲有真侪犹太人因为猎杀路的缘故，登去信了耶稣，所以咱看见着因为伊国活的见证，影响真侪人来信耶稣基督，这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。生命的重新国活的改变，是上界大的见证。咱的教会爱成做一个充满见证的教会，充满生命改变的见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嘛爱对猎杀路来学习几项。牧师要用保罗伫以弗所书第4章22到24节，我已经讲过几啊遍。我要用这段经文，甲大家做伙来同齐思考，安怎互咱的生命会当成做一个活活的见证。好，第一项。牧师望咱来学习的就是，保罗先生来讲，恁来脱落迄个一向互恁生活伫腐败中间的旧的我，迄个旧的我是因为私欲的诱惑来腐化。咱伫新的一当中间，咱来对旧的我来告别，对老的我来告别。伫新的一当中间，咱来去反省，咱伫过去的日子中间有啥物款无好的代志咧控制咱。咱来挖靠主耶稣基督的能力，来甲这个代志切断关系。伫过去的日子中间，咱可能有时会信心软者，常常要挖靠咱家己。咱对即款无好的代志，咱来讲，我无要甲伫新的一当，我无要搁再受你的影响。伫过去的一当中间，咱可能有时常常含迄个忧闷，失去信心、软弱。咱对主讲。主啊，伫新的一当，我要甲即个软者的我告别。过去可能咱的性格无好，常常爱发脾气。咱对主耶稣讲，
伫新的一当中间，我无要搁再受即个剥削的脾气所控制。所以咱将咱旧的咱，来脱掉，然后安怎爱成就新的咱。圣经中间讲，恁的心思意念爱更新，爱成就新的我。这个新的我是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。所以牧师期待咱伫新的一当中间，咱对家己的生命的成长爱有期待啦，爱有期待。咱对今仔日就对咱家己讲，我伫今年的生命中间，我明仔载要比今仔日较好，我今仔日要比昨较好。牧师有4个方向提供大家，咱来记起来，咱来记起来。第一项就是咱家己甲上帝关系，咱来尽力。咱教会每一天拢安排读经的进度，咱敢会当对上帝讲，主啊，我伫今年这当中间，你赐我信心，我每一天拢会当读你的话。咱教会今年有2项真重要要推动的事工，一项就是祈祷，一项就是读圣经。咱伫即礼拜拜2暗时开始，咱都有开始训练大家安怎祈祷的一个训练会。拢总6礼拜尔，你会当来报名来参与。好了，迄天咱的干事老讲，咱拢总有209个人报名。这个无够，这占咱教会无够1/5的人。咱讲上帝踮要成做万民祈祷的殿对无？咱需要更较侪人来祈祷。有个人讲有个牧师安尼讲咱。伊咧讲若礼拜时人真济是因为咱圣歌队可能切了真好，牧师讲道大家佫听会落，这圣歌队牧师受欢迎，礼拜人济。咱若庆生会若主餐人济，迄是食物受欢迎啦但是若祈祷会人真济是安那？耶稣受欢迎。所以牧师期待大家真正，咱伫新的一当，咱对家己讲。我愿意来参与教会祈祷会，佫有查经班，对3月份开始有新的查经班开始。咱常常将上帝话刻掉伫咱的心内，对咱的生命会当有真大的帮助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咱甘心乐意来奉献，特别是月定的奉献。牧师去牧会过程中间，我拢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讲我绝对袂看啥物人奉献偌济钱，所以恁奉献偌济我拢毋知，但是这是甲咱甲上帝中间的一个关系，所以牧师要勉励大家咱每一个月一定爱定期来奉献，每一个月一定要定期来奉献，亲像咱咧有法咱老爸老母同款，你会讲牧师阮老爸做好嘢咧，我感觉定期互伊，当然爱。这是咱表达咱心意的一个方式，所以每一个月月定的奉献，这是介要紧。第三项，就是咱爱甲家己做一个约束，每一个礼拜我无要欠息，咱敬虔的礼拜服侍上帝。最后一项，咱对上帝讲。我今年要带一个人来信主，我厝内底的人有人也未信主的，我绝对要今年要找机会不断祈祷来招伊来教会。我的朋友中间有倒一个还未信主的，我用伊做目标，替伊祈祷，带伊来教会。我其实去年的第1个礼拜，我嘛问大家讲有今年要带一个人来信主的，足侪人拢有举手迄阵我袂记来翕相啦，但是这是你甲上帝中间的一个誓约。这4项牧师期待讲，咱将伊记伫咱的心肝。咱伫新的一当中间，咱对家己有一个新的期待。然后第3项，就是爱勇敢做见证。拄则牧师所读的《以弗所书》第4章的24节讲。这个新的我是表现伫真理所产生的正义甲圣洁，意思讲咱的见证爱表现出来，生命改变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，就是爱为上帝做见证，
而且这种见证是上界有效、上界有力量的传福音的方式。咱看见了耶撒路的国外的见证，互真侪人信耶稣。咱嘛是同款，如果咱生命有改变，就会当叫做上界好的见证。除了安尼以外，牧师阁对咱的教会有两个真重要的祈祷。咱除了亲像玛利亚同款敬虔的礼拜，咱除了亲像马大同款尽心的服侍，除了亲像耶撒路同款有生命的见证，有两个真重要的期待，就是第一项，就是咱看到这个家庭中间两个姊妹，伊是专心信靠耶稣。伫耶撒路四国外的记述顶面，咱发现马大甲玛利亚，因是专心信靠耶稣。因对耶稣讲：“主啊，假使若你伫遮，我的小弟都袂死。”因对耶稣有遐尼大的信心，虽然因的信心还阁无够完全，像因的小弟死了，主耶稣嘛有迄个力量，互伊的小弟对死人中阁活。但是即款专心信靠，对耶稣基督的专心信靠，互因领受更较大的信仰基础伫因中间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如果若有期待，咱的教会中间有真侪信仰基础，咱的信心是该要紧。咱看见着这两个姊妹，虽然遭受着遮尔大的挑战甲困境，因的小弟死去，但是因明白信靠耶稣，的确主有美好的安排。咱需要有这款的信心伫咱的教会，真做一间上帝所欢喜的教会。最重要的基础就是，咱的教会爱起造伫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嘛。所以，咱爱活出咱有信心的生命，互别人看见安尼来欣慕咱的信仰。最后一项，咱看到这个家庭，因是一个彼此相听。除了有信心以外，咱看见到玛利亚甲马大，因为伊的小弟死亡、丧失生命，因来提靠，甚至因也感动耶稣，耶稣嘛靠。所以伫教会生活中间吼，这听是上界重要的因素。咱是一家人，咱来亲像马大、玛利亚、耶撒路同款，彼此相听。上帝恩典就成就伫咱的中间。愿上帝亲自帮助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，搁一遍激励阮。主啊，阮何等较无亲像马大、玛利亚、耶撒路这个家庭同款，因遐尼敬虔的敬拜你、服侍你，因遐尼专心尽力来服侍你，因也用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你。阮求主你赏赐阮相款的信心，互阮透过彼此相听来见证你就伫阮的中间。阮求主祝福保守看顾双连教会，互双连教会真做得到你欢喜的教会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